Hello，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大家嚟到漢興中醫嘅常用中藥教學系列。今日我哋要同大家講講一款好常見又非常實用嘅中藥材料滑石。可能大家對呢個名字唔係太熟悉，但信我，佢喺我哋平日生活中都幾常見，尤其喺中醫用藥、外用護膚上都扮演住唔少角色。講起滑石，唔少人會諗起佢喺天然礦石界嘅地位。其實滑石係一種硅酸鹽類嘅礦物，結構好穩定，化學式係咁樣寫嘅。佢哋外表多呈白色或類白色，摸起嚟滑利，非常有觸感。日常見到佢，估計係喺化妝品、護膚粉，甚至喺石膏裏面都會用到。其實喺中醫嘅療法中，滑石主要係用嚟利水通淋、清熱解暑，外用又可以去濕斂瘡。咁我哋今日就由呢個滑石簡單睇睇佢嘅性味、功效同埋點樣用喺臨床啦。首先講到滑石嘅性味，佢味甘淡、性寒，呢啲性味點樣理解呢？基本上喺中醫裏面，寒代表可以清熱，而佢甘就代表可以潤肺或補益。佢仲歸喺膀胱、肺同埋胃經，呢啲經絡喺人體內都好重要。喺日常生活中，例如你覺得身體好熱、口乾舌燥或者小便赤熱，滑石就可以幫到手。咁我哋嚟講講佢嘅功效啦。滑石最大嘅特色就係佢利尿通淋，同時清熱解暑，呢啲作用令佢成為治療熱淋、石淋嘅一把好手。譬如當有人小便熱結，甚至係尿中大沙、疼痛難忍，呢個情況喺中醫就叫做淋症。滑石喺呢個時候用得就好貼切，可以幫助排除濕熱、通利水道。另外喺夏天或者濕熱較重嘅日子，好多人會覺得口渴、身熱，甚至小便短赤，呢啲都係暑濕的表現。滑石甘淡寒性喺呢度都可以作為解暑熱、除濕嘅良藥。例如喺經典嘅方劑6一散或者3人湯入面都有滑石嘅身影。喺臨床上，滑石唔單止用嚟治某啲濕熱問題，仲可以外用嚟應付濕疹、濕瘡，淡樣可以幫助收濕、止癢。外敷用嘅時候，要研成粉，用布包好或者灑喺患處，效果都幾明顯。講到炮製方面，滑石通常會被打碎，做成細粉，方便用喺內服或外敷。呢啲粉末平時展現出來嘅顏色多為純白色，摸上去有滑膩感，唔臭唔味，用來感受都幾舒服。講到配伍方面，滑石唔可以孤軍奮戰，佢通常會配搭其他藥材，發揮最大功效。例如配合黃柏，用嚟治濕熱下注膀胱出現嘅淋症，效果會更加明顯。或者配用海浮石，咁就可以治療因堅結或者結石引起嘅石淋，因為海浮石擅長軟堅散結，通利水道。另外，滑石仲可以同甘草配，呢個組合唔單止可以清熱利水，仲可以補中益氣，避免喺利水過程中傷到身體陰液。話題延伸到日常，如果遇到暑熱、身體發熱，又唔想用藥，喝點滑石製成嘅湯水，或者用佢外敷，都係唔錯嘅選擇。不過講開用途，滑石喺用時要注意啲，譬如脾虛氣弱、身體偏熱，或者本身身體比較虛弱，孕婦都要慎用或者避免使用。最後我哋都值得留意，隨住現代生活節奏加快、壓力多，濕熱相關嘅疾病或多或少都會出現。中醫講究預防勝於治療，善用滑石呢類天然中藥材可以幫到手，但都要記住唔好自己亂嚟，最好喺專業中醫師指導下用藥。今集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對滑石有啲新嘅認識。中醫藥材係一個博大精深嘅寶庫，只要了解佢嘅性味同運用方法，就可以喺健康方面多一層保障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節目，點讚分享俾朋友都好重要。希望大家下次再一齊探索中醫世界嘅奇妙之處。再見啦！